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咱今仔日要来讲苗栗国还是苗栗县？苗栗县民每人欠钱6万8，总共欠甲367亿。5个哪白白乌绿绿花花，要来选县长，要来行政。苗栗号称讲是好山搁好水。5座水库，互分互台中甲新竹，啊，通宵的雅士站嘛拢贡献互大家，是毋是咱台湾欠一个公道互苗栗？苗栗除了负责硬件，应该安怎铺排互下一代？咱今仔日来出国来讲苗栗。首先，咱来小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是民传大学广电系的副教授杜胜聪杜副教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的杜胜聪。第二位是咱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蔡教授。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英雄教授。大家好。第三位是咱政治评论员。张明玉，大家好，我是张明玉，大家平安。那么第四位呢，是咱线顶，是咱苗栗县自然生态协会理事，也就是陈其中陈理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客家人苗栗客家人，好，大家好。好，你好，你好。咱今日讲起到吼，这个张东锦走来台北来拜会到台北市长，而且呢。民众党的主席嘛是台北市长郭文铁，啊，讲到外口啊，讲伊是乌白配，哦，讲到是啥物啊代志？到底张东锦是安怎苗栗县的选举会走来台北？为着啥物？咱来看嘛。苗栗县长徐耀昌穿竞选衫出现替无党籍县长参选人张东锦挂竞选彩带，支持的民众情绪来到上高点。苗栗县议长张东锦因为参选县长，互国民党开除党籍，现任国民党籍县长徐耀昌也是亲身出马徛台相挺，不但强调张东锦才会当延续苗栗建设，而且佮批评国民党提名会下复风，若是当选，苗栗县就会起了了。我如果带着我们的团队积极支持这个谢伯伯，那他如果当选的话，那我们苗栗县真的会完蛋。苗栗是幸福的，是快乐的，这样好不好？好。面对江定营的县长安尼讲，谢福洪定营表示遗憾，认为徐耀昌的做法已经严重伤害国民党。徐耀昌县长2任的任期是由国民党提名当选的执政，徐耀昌却没有办法来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我们对于他没有办法向正确的方向跟善的方向来靠拢，我们表示非常的遗憾。苗栗选前激烈领先的张东锦为了扩大选票，今仔日特别来台北拜会郭文铁市长，希望扩大南北合作。不离个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真是表示，因两位的合作是乌白配，少年的票源嘛只会流失，袂增加。苗栗选前四卡都面对国民党内部分裂，加上民进党徐定真甲时代力量宋国鼎强势挑战，这届苗栗县长到底谁输谁赢，无到最后也是真歹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实在讲吼，咱过去对着苗栗的关注吼，敢若一项，就是讲苗栗就是善政啊，欠钱欠足多，一个县长足后开甲安尼吼，政府来报杀，安尼如此而已。但即摆会来看即个苗栗县，主要是讲即摆4卡都，而且内面吼南野分裂，变做3个落去抢，啊，另外一个呢嘛是南野分裂，只是即摆地无共款的野旗军啊，无共款。但是今仔日咱看到即个张东锦咧走来台北，佢讲有人讲伊是乌白配，嘛有人讲是南北合，到底即马选举到目前为止，吼。伊走来台北是毋是为着即个即选票，希望对着即个郭文铁会当来乌一寡民众党的票，还是安怎？什么拍算？咱首先来请着即个杜老师来讲者。因为主持人那个
中东锦那个对于那个中东锦议长啦，这道来台北这个代志，当然伊是望讲吼，就是伫咧这个纳色的这个伊的基站的票源以外吼，伊看我度吼来吸引到民众党吼，因为民众党伫遐差不多稳定8%10%的这个8%10%的实力无？一个实力吼，所以伊看会当去扣一寡遮去。扣一寡遮票源去补充伊伫咧伊即个选票顶悬的实力啦，哦，这应该是安尼去看。啊，咱会当对迄个2000就是2年前的即个总统大选的时阵，伊伫咧政党迄边的表现，其实民众党吼伫咧桃竹苗这个所在哦，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情，就是讲哦。柯文哲伫咧，吼，迄个，阮这叫伊尾效应啦。伊尾效应就是讲吼，叠加啊，大家觉得要因为人亲土亲，那个集起这个伊尾效应，那个柯文哲伊尾效应，其实桃竹苗，特别是竹竹苗区，老师的意思是讲，伊不是亲啊。伊是新店人，会扩产，讲啊，这个。你说要往北扩，我觉得比较保留，但是竹竹苗区以及叫伊尾效应，其实还是蛮强烈的啦。所以他在那个政党的这个表现，再怎么样子差，大概有5%、10%的这个Q 一挂，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基层的这个操盘跟过去的布局，基本上。你那个中东锦要打的这个过去的这个选战，其实你没有看过他打过什么选战呢？但是你应该是从那个4项公投我们去看，树大公投的时阵，一操盘的时阵那个是让那个民进党的阵营吃了很多苦头啊，所以他如果在这个基本的这个阵营，再加上一些民众党啊，有利于他去摆脱现在的困局。是，啊，咱看即摆这个老师所收集的这个网络的声量吼，甲好感度，你来给咱解说一下，这到底是怎哪一回事？好，因为来想到咱主持人的节目，吼。足惊吓，无影来。所以阮去量一个叫网络的声量啦，吼。那网络的声量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面，你有迄个讲伊好的，讲伊歹文章数啦，哈，文章数啦，回文数啦，然后留言数啦，分享数这些汇总出来的这个网络足迹。好，我们如果用从一个月来看。一个月来看的时阵，咱会去看到中东锦吼，跟3个月来看，大概都是41%左右，这个其实很稳定，41%这是顶悬的物件，顶悬的物件，大概41%左右。徐定珍桥都是31%，徐定珍桥都是31%。谢福宏就是讲国民党提名的谢福宏，差不多是19%。宋国鼎有淡薄仔微微啊升吼，为7.6%到8.5%，这表示讲吼，它的这个网络声量不管好坏嘛，只要在网络出现的，我们把它当成网络声量，它大概呈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趋势是这样。另外但是网络声量有好有坏啊，所以阮个比一个歹甲好的P 就是正评的，好的啦。N 就是负评歹，好甲歹安尼相处，咱会当看到中东锦议长，他都大概都是0.5左右啦。那个一条歹，一条好的，一条好，两条歹，两条歹，徐定珍甲迄个谢福宏到0.9，然后在这个部分，宋国鼎我要讲一下，宋国鼎本来0.8是还算是蛮高的，但是最近呢，因为有淡薄绿色的这个啦啦队甲好朋友对有淡薄意见，惊伊讲伊的这个积极的努力甲布局，无的确会去扭到
徐定珍的票，反而让绿色的阵营无法都去动算，所以有很多批评的文章，让他在这一个月表现比较卡。但这个0.73的表现，但不管怎么样，这类细卡都顶管，大家在好感度的表现呢、大概3个打1个哈，所以那个中东锦议长在好感度上面伊较吃亏。哦，伊较吃亏吼。是。这我来问这个蔡老师，蔡老师除了这个网络的声量吼，你对这个派系这个观察吼，朋友嘛是同款吼，还有咱陈理事嘛是同款。恁对这个派系这个观察，在这摆吼，咱普通人、咱一般人无咧插政治的人，咱到底看派系是要看啥物？咱到底这个派系对咱这人民的生活，对着政治人物来选什么人有啥物关系？蔡老师。是，就是讲过去伫台湾的政治来讲吼，就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吼，伊本身吼，伊就是要伫地方有一寡会当支持的人，所以伊会分成至少有2个派系啊，吼，一2个派系。通常派系开始就是讲伊会轮流吼来选馆长，大家拢知影嘛，馆长一做是8年，吼，轮流选馆长，你8年做煞了，就爱换另外一个派系。伊若咧一直轮的话吼。照你讲，拢会足稳定的。但是伫民主化了后，这个派系呢，因为就是讲过去派系伊执政了，伊的实力已经大，伊地方有可能伊的实力超过这个政党，所以政党要甲伊听话，伊嘛无法度。所以后来有真侪你来看，包括苗栗县伊的选举内底，你看无党籍的，事实上因拢是派系杀出来的县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派系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国民党嘛无法度控制，加上讲因为佫有民进党出现，鸡仔饲大变做无法度控制。对，你算讲伊已经大汉啦，你无法度吼，你要甲爱伊的倒无简单，你有当时你要提名，你嘛爱听伊的话啊，无伊选举伊无爱替你动员，吼，若较中央争取的当然民进党有可能有机会，但是伫苗栗县过去，迄种其实派系吼，算伊的派系交其他的县市有一点仔无共的所在，就是讲。伊毋是敢若独分2个派，一个黄，一个老。伊是黄内底有老黄、新黄，老内底有大老、小老，所以伊这派的吼，关系是派中有派，系中有系啦。是过去就是讲，你若大佬有地的时阵，加减派的拢会听伊的话嘛。但是大佬若是倒转去了，伊就所以老师的意思是，即摆因的派系还搁在世代交替当中。无，伊的派就是讲吼，拢是以山头为主啊，吼。比如讲，伊内底黄派有一个伊即马现任的带头的立委，徐定阳，吼，这个立委其实伊实力足好的。中东警的去这个议长有讲哦，那徐定阳出来选的话，伊就不爱选，伊不爱选。啥物意思？迄是这个黄派内底，伊算实力上好的，吼。伊这老派内底其实是老政府，吼，以老政府为主啦，吼。但是这派内底真奇怪，伊个鲍学平这前县长，其实伊是黄派呢。但是即届伊交老政府拢去支持，2个夹做伙，所以你就感觉讲伊这派系有当时来讲，无永远的敌人啦，嘛无永远的朋友，吼，即届有可能因2个是死磕，吼，大家拢互相袂晓，但是后届佫无一定啊，吼，但是过去来讲就是讲苗栗县其实足稳定的，伊这派系就是大家会轮啦，当有当时派系袂听政党的话，吼，鲍学平、何志辉，伊捌选过，伊无党的时候去选过县长，吼。所以这派系就讲72年来，真歹讲有一个机会，当讲其他的政党来，咱挺伊，因为伊派系内底本身毋是讲会当规官拢出去啦，就算有人要去出去，嘛是有人。所以老师，咱对这个新闻的角度来看，我咧请教朋友吼，那即摆民进党应该是有史以来上有机会，几率较悬啦吼。但是你来观察选举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敢有机会在苗栗取得这个胜利？我机会也是有啦吼，因为每一个县市要变化的时阵，一定是内部产生有所谓的斗争的这个模式啦吼。所以这一届看到总统锦要出来的时阵，各位去来看，他我延续老师你讲的吼，这总统锦现在需要上爱去甲支持，因为拢是属于这个新黄派，因拢家支持一个派系啊，所以你种族的这种观念内底吼，因为客家人嘛吼，对个宗族拢较有迄个观念，
所以伊会认为讲，我甲你是共派，我一定想办法甲你支持的。所以你看即届朱立伦主席，安怎去讲总统锦是乌道的啦，安怎去甲讲，袂当互伊参选，但徐耀昌伊嘛是共款爱甲支持啦吼。所以你看这一处，一开始老师你讲黄派这徐志荣、徐志莹吼，伊当阵想啦，大家要叫伊参选，朱立伦就讲伊要宣布参选啊，这立委惊到要死啊，讲我。甲阮某昨甲酒抓吼，后4人搁要带伊做某，较早我拢毋敢酒抓，所以我即摆要酒抓，我无要选县长，啥你会惊？因为黄派像伊讲的，黄派搁有新黄派伫咧，所以必须要取得支持。所以徐耀昌无讲话，讲要甲你支持的时阵，伊毋敢讲我要选啊。吼，这所以苗栗县真特殊的所在，就是讲我老黄两派，毋管是大老小老啊，新黄旧黄，拢是用轮流的方式。你要破坏这个规则的时阵，哪惊你是主席？我嘛要甲你对抗，所以徐耀昌一提了后，总统锦伊真早就表态要选，伊要选，大家拢知伊的背景有真侪刑事案件，搁过去有刷石场的问题，搁迄当阵搁是中国国民党苗栗县党部的主委，搁是议长，所以你看迄当阵伊一宣布，管他你什么政党，无党籍国民党所有的议员拢徛出来讲，我一定要甲支持，大家会惊啊，谁会惊？阮照你讲，阮照有阮一定的循环去做，所以阮72年来拢无改变过啊。所以这一次国民党内部产生斗争的时阵，老派甲黄派开始咧打。徐定珍、徐德坚，伊就真有机会，啥有机会？你必须要提出甲过去两派无共款的一个政见伫咧，去打破这种体制伫咧。因为这拢是利益团体啦。我老实讲，你讲派系你讲上早期啦吼，包括这个刘定国。是黄万金，这拢是利益团体嘛。因为啥利益团体？苗栗有一寡特色啦，伊水库济，头拄主持有讲5个水库，互即个新竹，互台中利用，过来国营事业济，中油伫遐咧开发。做盐的。对，即个台盐的，搁天然气，人讲雅士，搁农业，搁来矿业，就是人讲沙石啊。所以你看最近这个财产申报财产申报内底，总统锦伊嘛真老实甲你写啊，连湖沙石场就是我的啊，我投资1000多万伫遐啊。所以今仔时代力量这个宋县长候选人，伊就讲，你看伊开发有的是去阳光的这个农牧区去。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你看伊结果就是讲，每一个派系内底只要有法度取得政权，利益是爱分配。毋是讲你要独特的，这个利益分配对苗栗县来讲啊，有个人感觉足正常的。朋友啊，你讲到即摆吼，我听到三位咧讲吼，感觉替这苗栗人吼，感觉小可的悲哀。咱咧讲的拢是派系啊，是派系其实是人所组成的，无毋对，甲种族嘛有关系。我要来请教在地人啦，陈其中陈理事一线顶李叔，我要请教您刚刚3位专家啦、教授啦都有提到，在苗栗这个派系的掌握人民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之深，那么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真的有可能打破吗？即便是民进党带着民进党旗帜来选的这个候选人能够选上，他能够打破这种过去一概是由派系来掌握的情形吗？我还是稍微先补充一下那个什么之前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国民党这次最有趣的就是3个人，其实老黄还有大刘其实都已经自为了，所以其实这次那个什么，这次国民党3个人全部都是黄派的人，然后只是许志龙还有那个另外一个谢福洪。是刘正鸿愿意接受的人，原因很简单嘛，原因就是因为中东锦曾经那个跟反昆宇的跟昆宇公司很有关系，所以刘正鸿也认为中东锦要弄他啦。然后其实刘派原本也有另外一个人要选，原本是他们希望的是陈超明先生来选，但是后来陈超明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之前有一些案在身，所以就没有办法再选。所以说，你要说这次有没有办法翻转？我觉得主要还是
这次最多的有没有最多人挺的？其实还是中东锦，他是金钱党啊，基本上他钱撒的最多，所以大家都很多人都靠近他那一边啦。这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些金钱党有没有啊？还有很多人是不表态，有40%。那我觉得这40%的人，因为阻挡和投份有所谓的科学园区外扩效应，那科学园区外扩效应。这些不表态的40%，才会决定说苗栗的未来是什么。那他们有可能，大家以为说，因为苗栗有竹南科学园区来工作，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因为我们苗栗的投份交流道到新竹也只有半小时，然后我们的竹南交流道到新竹也只有半小时，远比以前的琼林、湖口还有竹东这个地方更适合新竹科学园区的人来定居。所以我们这边的国中小，近年来每一次都要增班的时候，都是要增8、9成。所以其实我们的新住民在竹南投份这区的人增加非常多的。所以说，我觉得不表态的40%是重点啊，要能够分析这40%到底会投给谁，我觉得才有可能仔细去分析说这次选举的走向到底是怎么样。对，陈律师，你刚刚说有这个不表态的40%哈。我第一个就要问你，你觉得你的直觉，你也插代志吼，插这台湾的代志吼，真多。你的直觉就是这40%，现在他们想要的是，我不说他们会投谁，他们想要的，心里想要的会是什么？你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画一个图像，因为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讲，他不是苗栗县民，他想要知道的不是他们要选谁，而是他们想要知道。苗栗县以后会长什么样子？我先说这40%，就是说，我觉得这40%，他们可能还在找说他们想要选谁，还在找。但我觉得他们就他们刚才那个网络温度计有讲，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比较不会想投中东锦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东锦这次这么想要急着去台北找柯 P 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时代力量宋国鼎把他那个打死人的事情揭露出来，又把他那个什么，又把他杀死场的事情揭露出来。那中东锦很明显，国民党的票有一些真的是有回归到谢福翁那边，所以导致说，其实中东锦现在正在积极找他的票啦。所以说，其实大家还在想，我现在要投谁？然后但是问题是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我不会投中东锦的。所以你现在是先用消去法来回答我说，第一个选项很可能是中东锦会被放弃，所以连带的中东锦这个中东锦，今天再来找这个瓜本铁，是他多少这个连刷，接下来我要请教杜老师，杜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柯 P 也许有一个对于竹北竹苗还有一个外扩效应，待会我要请教这个陈理事您来听听看呢，杜老师的这个分析。杜老师，我个人的浅见第一个那个柯文哲跟民众党的这个效益那个因为定到民众党在这苗栗在提名的时候，没有像这一次布局那么早所以看不大出来他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操作做的比较至少比较周延那所以可以看出他大概有一定的支持，我想很难低于10%啦。很难低于10%的这个支持率，但票开出来不知道票开出来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也要同步的去讲一下。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去低估现在年轻的行为因为我们以前大概在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就丑陋反正你是蓝的，对，你是蓝的你是绿的你是所谓的白的，你就这样子去弄。可是我大概从那个2014年选举了直观察咱超博嘛超大概20-30年我真的感觉40岁以下，甚至是45岁以下，咧耍手机的人，这个看人无看懂的迄种感觉
就愈来愈强，然后你去讲遐政党有诶无迄种忠诚度，遐大概40到45岁以上，就是咱这种老伙仔，咱才会去讲哈政党的物件，咱拢老了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年轻人的那种感觉，哈，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在不同的角度去想，因为从数据来讲，他本来欠600多亿啦，我知道那个，但是现在的桃园县政府已经还了快80-90亿了啊，这个他们自己有去弄，可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看不看？为什么没有感觉？他找不到那一种光荣的感觉。让这个东西侯爷票邓来所以让他们有这个比较郁闷的状况，所以这种郁闷的状况在这个时候他都很希望去找得到所谓的出口。那你从那个网民关心的这些关键字折射出来，你可以去看到，中东锦议长因为天下为公，3个就打他一个，所以你看到他的这种负面的东西都一个一个这个样子出来。但是我看徐定琛不是啊，徐定琛除了他的这个政策上面科技啊，都真正面的物件。最有趣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听说了哈，他竟然变成国民岳父，哇！在想说，这个捞出来，这很奇怪。然后那宋国鼎很有趣，捞出来的部分，除了他很尖锐去攻击之外，你可以看到他捞出来的是，他是一个所谓的正义的律师，也就是说，他的人设在那边其实是蛮清楚。那最后谢福洪的这个操作哈。不管怎么样啊，他毕竟有国民党正统的这种所谓的加持，再加上2任的过去的县长，尾后在操盘，而且都公开站出来了。因为我捞到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叫镜新闻。镜新闻应该是补充我们这种以台北看天下很重要的一个媒体的，就看到2个县长都来支持他，所以整个东西呈现混沌未明。但是在这里头，攻来攻去之外，我真的要去提醒啊，因为民众特别是桃园的选民，需要那种光荣感的感觉，真的很深。好，我讲一个故事好了，不好意思，我有个研究生长得很可爱，然后就逗他。他说他苗栗来的，然后我们就让同学这边起哄，就跟他说：“哎呀，你是苗栗国。”我想说这个样子不宜有他，那个长得很可爱的那个研究生，就突然脸色一变，那就哭出去了。然后我们大家在研究室里头就觉得哇。这下子真的是闯祸了，避免校园党，也就是说，年轻人对于这个他自己挚爱的家乡，你在这边，我讲不管是谁啦，不管是谁，如果你没有办法贩卖一个故事跟光荣感给他自己的深爱的苗栗，我觉得什么样子的和，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政党计算都没有用，因为为什么？我要提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数位时代当中，我以前打选举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嘛？2018年，假设我们泼脏水丢5个议题，那了不起了。你看我们新竹还有这些中东锦，还是跑到陈时中这个样子去看，哇，那丢那个泼脏水的议题已经丢30-40个。除了政党的攻防之外，你要去算，其实科技行动载具的这种部分，点点滴滴的应用，而且那个影响就是让你把所有东西都掏空了，有点像你在跑马拉松，就你跑马拉松，大家都已经跑到40天，大家已经都在撞墙期，你已经把所有的脏水全部都泼光了，然后或者说人家在接受已经弹性疲乏，每一个阵营基本上都已经碰到这种弹性疲乏的时候，这时候谁有干货，谁有愿景，最重要的是。真的不要忘记投票的光荣感，我们把它叫咪咪行销啦，
迷因行销，就是我这票给你登落去，我有 feel 咪，吼，这种物件爱有啦。不然的话，今年的投票杜老师咧讲，大家有听到吼？四位候选人在想讲吼，即摆已经跑马拉松跑到大家根本啊无过啊，到底要继续安怎落去？啊，佮讲到这个研究生，人咧甲讲苗栗高水的避免，蔡老师，是，咱有看到整个吼大众眼中啊，免讲咱新眼界啦，大众眼中的苗栗啊，好，这债务啊617亿，咱头仔一开始就讲，一个人欠啊，遮济着，这头几档吼，现甲80亿，但是还佫足济啦。这刷落来，咱头仔看到因一寡证件，咱就来看这证件。哦，这个证件，这证件吼，医疗啦，饲养囝儿啦，教育啦，老人福利啦，地方建设。甲即个趁钱有关的大部分在这啦，吼，啊，若开钱的拢伫遮，趁钱咱来看卖吼，哦，智慧城市啦，但是安尼啊，哦，无细节，啊，而且哦，驾驶智慧路标，吼，路标，哦，啊个建立苗栗观光分段系统，哦，这来，啊个扩大德科德兰东螺园区，增加建设后龙科学园区，哦，这个。是认真哦，啊，过来社福防吼，伊讲苗栗农产加工平台回馈，哦，啊，咱来看宋国鼎，哦，成立道路资讯平，基本上对着苗栗未来要来趁钱、要来行钱，无啥物描述呢。这是对着苗栗人的感受，啊，你的推论呢？是，主要就是讲吼，这是过去吼有欠债啊。啊，过去欠债的情形之下吼，即个徐耀昌即个县长，其实伊讲伊就任的时阵吼，迄土啊甲拍开，无米通煮啊。伊的意思就是讲吼，啊都无钱啊，吼啊咱台湾话讲啊无米啊袂煮番薯菇汤，伊可能也番薯菇汤就无法度煮啊，啥啊？因为过去苗栗的公务人员发薪水的日子是，一般是拢初五啦。啊，通常一般的县市若无负债，头是初一啦，但是伊伫初10开始当发薪水，啥物意思？就是初10的时阵，较有才调，县府较有钱啊，发落公务人员薪水。但是到2015年的7月份、9月份发袂出来啊。市县长就任的时阵，伊都发袂出来。啊，公务人员要安怎？啊，毋食饭缴盐，吼。啊，所以伊这个问题就是讲，以前啊交这个老县长，吼，老县长。因两个谁那会无好？当然就是讲，伊过去去支持即个市政真啦，吼。啊，第二点就是讲，县府就是空啊，吼。啊，你要叫伊去要安怎去装钱，无法度装嘛。啊，叫是中央来接管，吼。所以即摆苗栗县的县政预算的部分，讲实在是求平安尔啦，无法度添啥物福寿啦。因为你若是，你若一直拢爱，你欠足济嘛，啊，你逐年拢爱分配行嘛，吼。啊，台湾有2个县市，一个就是苗栗，啊，第二就是宜兰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但是苗栗即个，伊这是伊讲伊是一个讲吼，当然人会安尼讲啊，是讲啊歹势啦，过去安怎啊？啊，但是事实上，伊中央已经接管啊嘛，啥物意思？就是讲，你即个国无法度家己自主的生存，你着爱靠中央来支持嘛。啊，你靠中央来支持，你家己嘛爱认真拍拼，吼，所以因会当做的是啥物？观光嘛，观光毋免开啥物钱啊，吼，你去建设吼，有当时啊比蠓仔馆啊，无人去啊，啊，但是观光哦，这就无共啊。因为苗栗足侪水的所在，我毋捌去过几个所在啊，啊，包括这个招商的问题。你若是你科学园区的少年来，伊来遮买厝嘛，吼，啊，伊会就业嘛，啊，伊这教育其实因讲足侪教育的问题啊，智慧的城市啊。这拢开钱的呢。即我嘛是要请教着在座吼，包括就即个陈理事吼，伫线顶。哦，伊这个一个都是开2000、3000，啊，个顶尖大学伫苗栗。设高中啊，叫大学来设高中，即摆就少子化，要来设高中吼，啊，佫一个生一个补贴2万，吼，啊即个拄啊出世到6岁时阵，县政府的加码养呢。是，伊就是讲，比如讲即个议长吼，伊去台北伊要看啥，伊就讲吼，伊要参观迄个大数据哦的中心，啊，第二项伊就是要学迄个医化。哦，台北市伊过去迄个
教育的部分哦，伊用网络去上课，伊要去学迄啦吼。啊，所以我的感觉是安尼来讲吼，迄个乌的吼，你本身也是去用讲乌的，啊乌的甲白的做伙，你安那，你会变做铺啊色的啊。啊，但迄个白的呢，甲乌的做伙，伊个人会感觉讲安尼袂使，安尼可能黏乌去啊。所以伊两个见面吼，会产生真侪效应啦。伊两个见面产生真侪效应。啊，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啊，2024年的总统若是候选人出来，假设这个议长伊有当选，伊就一定咧支持柯文哲嘛，无一定啊。吼，迄到时啊，佫真歹讲，啊，佫足远的啊。啊，但是就是讲，伊知影讲对来讲，杜老师有讲，伊这白的选票伊一定要爱。吼，这若佫有少年的选票，啊，因为其实有做侪民调专家都讲啊，讲这中间选民吼，其实真正的中间选民就是讲伊也无政党啦，无表态。40%袂表态。嘿，足少的。啊，其实内底咧，伊心内拢有定见啦。但是伊无爱甲你讲，伊要支持啥物人啊？吼啊！但是即几工的操作，吼，比如民进党嘛开记者会，讲着伊厝的代志嘛。啊，其实对少年人这有一定的影响的。我感觉一定有影响。即我问朋友吼，你来看，这40%内面，这民进党也好，还是这其他3位候选人，在这最后算做30几工啊啦吼，40工不够。这款政见，敢对因来讲是有感，还是讲爱搁拼一个搁较重大的议题，还是像老师讲，即马吼，破这个垃圾水已经破甲无啊，啊应该提出一个较迷人的吼，较 sexy 的一个政见，哦，硬劲，啊，互公应感，敢有安尼？我先来讲这40%啦吼，那因为我算30几岁嘛吼，那我一个少年来看这总统府的一寡政策吼。甲伊讲有法度去吸引所谓的白色的力量无，就是郭文哲这支持者到底伫这40%内底无？吼，我看是真困难啦吼。第一个，人的设定已经设定好啊，因为自开始伊要出场，主任那个设定，伊甲奥都有关系啊。而第二个，伊的人设已经是安尼。过来最近监察院的这个财产公布，你要选公职一定要财产公布嘛。你看伊敢若现金亿外去啊，保险已经亿外去啊，过来。159笔的土地，15笔的这个建筑物，3台名车，过去还有法拉利，所以你想少年人即马哩苗栗讨趁就咧困难啊！伊去看到你有这个财富，伊讲无，因为因这个某遐足厉害的，我都甲强勇甲安尼。但是我问一件代志，就是讲，当你咧思考讲我要投这个人的时阵，你也讲你是支持白色力量的，支持郭文哲的，伊讲伊来甲郭文哲合。我都吸引到郭文哲的票无，我感觉有困难。但是郭文哲目的是啥？教授讲的无毋对啊！伊未来2024年要选总统啊！我有法度吼，总统府因若法度当选，我有法度去甲伊取得资源、取得合作的机会。再来讲到政策面的部分啦吼，其实我定下咧讲吼，迄个老建宏时代吼，一就任，伊讲来你生囡仔，县府补助3000块，我加11倍，互你3万几块。你听个足起啦！照你讲人口数爱增加，但是是安怎苗栗县人的人口数慢慢流失，几万户你流失，是安怎会产生这个状况？是因为苗栗县的县政，头拄仔恁讲600几啊，其实你斟酌甲算，迄是行的呢。老正宏即前8档的时间，你注意甲算，伊负责对这个何志辉遐。接收202亿，对，啊，到要增加到上悬是648亿，啊，这钱是安怎开？各位你去甲思考看嘛，迄钱安怎开？伊拢甲你讲是福利政策，老人食中昼共餐免钱创啥？啊，是讲小囡仔营养午餐免钱啥？但是我问各位一件代志，我头拄仔你讲，伊遐有真侪国营事业，伊有回馈金无？嘛有啊，对，所以回馈金是用去倒位去？我看2012年，施耀昌伊甲即个中油申请的回馈金10几项，毋是用嚟选举，就是用什么老人会，咁真正是为着国民的福祉啊！所以这4位候选人，伊各自提出讲比如讲营养午餐免钱，还有一个加喙齿免钱，甲你补助创啥？其实我甲各位提醒一件代志，苗栗县过去老正宏时代办活动办。几届安尼开8亿外去，迄负责是你的身躯哦，伊毋是用你社会福利面顶哦。
但是苗栗县有上济国营事业伫遐，你要去思考啊。我摕到回馈金的时阵，营养午餐免钱这件代志，是毋是企业会使帮忙？这是会使做的物件，但是无一个县长要来做啦。所以讲，今仔日包括市长政，伊提出这个政见，爱有这个可行性的评估。要安怎评估？来，我来盘点，我伫通宵有台盐，我伫中油有3间公司，不管是东螺，是伫这个苗栗市，我来评估因的回馈金等来到我这的时阵，我要怎去分配予这社会机构？比如讲，这个囡仔，朋友啊，咱敢若树雄，敢若无听到这4位候选人讲到这呢。所以我想要举这个例咧，因为你看这个基隆市，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间，负债累累，现在林右昌就任了，有法度行60亿条，伊用这个方式啦。所以我讲，做一个县市长吼，你要甲当做公司咧经营啦，你不要用外部的资源来增加。但是咱看这几年苗栗发展唔是安尼哦。头拄仔你讲老牌者的，你看迄个陈超明、刘正宏，伊拢属于后人人，迄拢属于海线的人，真正蒋权是山线的人。但是拥有上济资源的人，伊愿意开始这个资源，伊甘愿伫土地开发面顶。所以我想要对刘正宏时代，不管是大埔去抗议，还是为着做好的代志，离这个后人滨总园区咧抗议，是安怎？个刘正宏伊用一个客家的这个黄楼、烟楼、土楼，后人来伫遐，伫因兜附近，这种土地划分、卖土地开始炒作地皮，大家拢咧为着家己。所以要甲各位苗栗的好朋友讲啦，老师你讲的苗栗国，伊感觉流目屎，其实你爱去想，谁会累积而来才会成果？其实大家爱去思考，讲要怎去改变这个所在，可行性的评估真重要。所以这4位的政见，你注意甲看，真正有带动到地方的建设无？你要那个少年人去因倒来故乡打拼，有科技巨路聚落伫遐的时阵。但是大家袂离遐买厝，因遐厝袂起价，大家就开始讲，你看，我离新竹足近呢，我来新竹买厝，佫会起价，这蛮麻烦的。对啊，所以我讲，即摆爱去思考的是讲，这4位候选人，要怎甲少年人去因倒来故乡打拼，要安怎苗栗的产业会当转型？我即摆随来帮忙，你问线顶的这个陈理事陈理事你在线上嘛3位呢专家学者呢也都说了这对年轻人来讲，这4位候选人的这个政见也好，或者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你以一个你还算年轻你以一个少年郎这个不用客气你以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觉得在地的年轻人的理解，对他们的政见有没有觉得有吸引力，或者是最想要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其实说4位候选人，他其实，在选举这么短期间，他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说要提出政见，然后又要让人民觉得有希望，让苗栗人觉得要有感觉，对，要有感觉。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很吃力啦，因为就如同刚才张先生讲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在刘正宏8年的时候，他是砸掉400多亿刘正宏时期的时候，难道他就没有跟企业募捐吗？难道就没有企业那些回馈金吗？那假设加起来，他砸掉的是几百亿耶！所以说你现在有谁砸钱砸得赢过刘正宏？那所以说你说要让苗栗人觉得，所以其实徐耀昌上台的时候，有一阵子会发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所有人都在怀念刘正宏时期的好包含像社区有预算。包含像那个什么，包含像育儿津贴，包含像所谓的免费营养午餐。所以你看，其实现在各候选人的政见，如果你仔细去比对的话，很多人还是依循着刘正宏当时候的思路，然后去提政见。比如说免费营养午餐嘛，免费营养午餐4亿，就是1年我们如果是国中小免费的话，我们1年要花4亿。那其实是一个大开支票的东西，如果没有裁员的话，基本上是办不成啊。然后后龙科学园区是以前刘正宏提的政策嘛，然后老人津贴，然后搭那个10公里免费，其实都是刘正宏罚最凶嘛。所以其实我坦白讲，里面其实看起来是宋国鼎的政策提的比较保守，因为他知道苗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钱。那其
其他的县长候选人为了拼场，他还是得要开大支票。因为我觉得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好，观光其实不需要太多风景的地方，那我们苗栗就有自有的好山好水嘛。那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候选人能够引导观光，然后旅行，然后同时让市民能够在这边消费的是重点。当然，像我们这边很多新竹科学园区、地区的家长，他们一到假日就是新竹的4个百货公司嘛，比较少人逛我们头份的上顺旅馆，上顺那个广场。那这样子，苗栗其实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让这些让小孩子去散步，然后去玩可以。我觉得。我跟你现实层面上，我觉得是因为选举太短期了，很局限，所以说旧的传统政治人物习惯就是我是炒牛肉，然后新的政治人物可能就觉得说，哎，我们苗栗负债这么严重，我们还是要保守一点开支票，我们不要达不成的，我们还把它讲出来，然后所以就会造成他们现在的政策的反弹会是这样。那我再说，其实我们一年平均的苗栗县平均的预算就是200亿。因为里面大概有7成，就是会是公务人员月的薪水，然后还有短到偿还的负债。我们苗栗的一年的行政经费，还有各项花支，大概有50亿到60亿之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县长最要解决的是，就是这50-60亿，你要把它花到地方，你要像传统一样，你要发到庄脚的手上，还是？你真的你要做让青年回来，比如说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客庄，有很多的老房子修起来了，政府接了很多计划，修缮起来完了以后，为什么都没有年轻人回来？你愿意补贴他租金，你愿意补贴他前1-2年的所谓创业的贷款补助免利息，那年轻人回来的真的不是更多了吗？所以其实很多不用钱的想象，当然像有人提说延伸轻轨道投份苗栗，我讲来年怎么做？我们苗栗投份我们几月才能做？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进人口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的苗栗的交流道还好，因为它是南北通流的。那我们的投份交流道能不能做第2个引道，然后让我们在定期在停满这个区域的人，然后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时候，可能30分钟，如果他不用在这个那个什么部分的路口的话，他可能15分钟、20分钟他就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苗栗其实有很好的发展条件。那重点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县长，你要怎么？你不能再去讲太多巨大的东西了啊！像现在我们也有很多高科技的家长进来，他也知道说，与其吃免费的营养午餐，我宁愿付钱让我的小孩子吃得好一点。那你怎么让这个新式的观念都带入我们这个什么苗栗县？我觉得才是重点啊！就是说，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刚才有一个老师说的很对，现在的年轻人你看不太透。那但是年轻人你要多想想说，什么样的现场我们是好的。我是觉得保守一点，我们是好的，把50-60亿花在正确的地方，然后让我们的年轻人来跟我一起奋斗，这是我们苗栗唯一的出路。那希望说有比较好的县长，能够接受新观念，像谢福弘，然后钟东锦，许立成可能都有点太老了。我想像很新的观念，我当然不能接受了。陈理事，你说的很好啊，你干脆出来选好了。你也健检的你也健检哈，您的政见呢，这4位基本上都没有啊。你说的我们听的都蛮心动的哦。那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个不是故意捧你，而是说，这样的政见，您作为一个在地人，其实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在地的人应该也有类似的想法吧？其实有很多，其实就像徐耀昌，他在过去的时候有创造5个青创基地嘛。那青创基地给完开幕的钱，办完活动以后，这个青创基地他就没有再继续扶持啦。那简单来讲，他的想法是我那个什么，我是做一场活动来 promote 我自己嘛。可是实际上，我觉得青创基地，你像台北的旅展，难道不能让这些创业的年轻人去台北的旅展？
介绍他们的东西，然后把人带到苗栗来嘛。所以陈理事，不好意思哦，我必须要打断你哈。您的意思是我帮您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哦，就是说，其实过去他们陆陆续续不一定都做一些坏事，他可能有做一些有起头的事情，但是没有继续做下去，可以这么说吗？是啊。但是他们就只想要做开头的那个事啊，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啊，因为那个才有新闻热点嘛。啊，你帮助年轻人，年轻人又不一定会感恩你，他们的想法就这样啊。那是对这，那如果我们从现在账面上4个候选人，我们如何看得出来他们日后会继续做下去呢？我坦白来讲，所以我才讲说，我自己的投票选择，我当然是希望找到比较能够接受新观念的人啦，因为所谓的地方创生，然后还有那个青年返乡这个东西，其实是近几年在讨论的概念。虽然在国外的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年了，但是在台湾其实是很多人都讲，但是到最后都是被顾问公司赚走了，在地的年轻人其实很少回来。所以说，我觉得要让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人来当县长，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啊，对。好，谢谢陈理事哈，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5分钟，我得3个人哈，让3位老师跟这个朋友哈来讲看卖。今麦听起来哈，整个苗栗哈，在新甲旧哈，在新的观念，在旧的观念，在新的人口，在旧的这个种族也好，还是族群也好，海线线线，这个高高甜哦，叮叮塔塔，苗栗。到底在这摆这个选举当中吼，恁个人来预测，应该是安怎做？是头一个是行钱较重要，还是行利较重要，还是选一个较实在的人较重要？杜老师，基本上吼，那个主持人安尼讲吼，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是选人较重要。可是选人的时阵，我感觉这足奇怪，我毋是干那选你这个人。我咧选举的时阵，我嘛爱去看你背后的团队，甲你的幕僚，甲你有法度，你是毋是有法度？伫咧即个县政府的即个机器，你捧会顶，你有法度捧会顶当，吼，这物件爱去看。然后吼，伊爱有一个能力，就是说去做一个综合性的盘点啊。综合性的盘点，啊，你尾啊，就讲你做了，我感觉民众上头了讲了就好的，就讲你的政策要做啊，我做，除了可行性评估之外，最重要的是你要经得起压力测试啦。然后你可能还要去盘一下啊，县政府里头啊，你的那些人事到底有哪些人可以动，还是全部都被筛光了，对不对？约聘雇人员，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的幕僚哦，然后你的团队大概是谁？然后他们可不可以带领我们走？因为你不是我们一个人去走啊，所以你的背后的协助你的执政团队，还有你的这种政策愿景，我觉得在最后要补强，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看起来还是一个金牌算啊，而且还蛮无聊哦，是一个比较大家觉得很热闹，可是别人大概就是旁观哦。是这个蔡老师。是，就是讲吼，比如讲咱以民进党的候选人来讲吼，伊比如讲以后当选的话，伊真中央一定会甲赞声落，中央一定甲撇国落，这就是上大的优势啊。吼，啊，你有当时啊，就是讲你若无中方的配合，你地方你就算有钱，你嘛无再有用啊，吼，无再有用啊，吼。啊，第二就是讲，总统检伊的议长哦，伊本身就是讲伊真侪议员要甲杀，所以以后。假设伊若有当选的话啊，吼，伊伫议会，我相信嘛是真简单的通过一寡伊要做的代志啦，吼。啊，那这谢福宏吼，伊就是国民党本身，吼，本身嘛是老官长的那个支持，老官长的支持。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吼，这个迄个陈理事讲的这地方创新的代志吼，我简单举一个例，阮台南市吼有一个所在叫做白河啦，啊，白河一个所在叫做林厝边啊，这个所在是啥物呢？一个里长讲啊，无咱来种一个木棉花的啊，30丛啦，结果你敢知偌侪人去参观，40万至50万啦，吼，啊，这足简单的。啊，包括讲这科学园区，因为我住伫迄个善化有5万的人口，但是因为台积电甲这个科技的业者，拢总有9万至10万的人来这上班，吼，所以就讲你若我都招商，吼，啊，你科学园区一定一寡少年的伊会来，伊会买厝，伊会消费，这就是讲。
唔免你开足侪预算会当做的代志啦。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吼，比如讲伊感觉讲这高速公路爱去开一条，吼，啊，啥物爱去解决，这种有当时拢爱中央会配合，是，所以这整个的种就是讲，表列管以后会做一个改变啦，唔是讲永远就是拢永远就拢安尼啊，苗栗还佫是希望啦，对啦，是简单讲是。我感觉是安尼，这敢若血液共款啦，伊也有迄个循环啦吼。所以我相信，包括陈理事啦、宋国鼎律师啦、吼议员吼，因拢有一个理想性质的。但是目前为止呢，应该互苗栗有这个政党轮替的机会，互伊这个像市特征这款的人来执政看卖，啊，这个人才慢慢个培养起来，来有这个新陈代谢吼。我感觉这对苗栗这是好的啦，这就有改变的机会。因为咱即摆一直咧思考，当然咱头拄仔你讲政治，你讲派系问题，但是我相信讲，也是这个杜教授讲的，这40%。你要安怎甲成长到50%、到60%来改变苗栗，这个苗栗才有希望啦。所以我讲这部分大家去。